關於點解我會揀今日嘅紅萬字會作為一個討論先嘅。咁啱啱蔡連文博士介紹都知道，我其實係好中意歷史建築嘅。咁行影相我都影咗十幾年，咁行過黃龍道都行過好多次啦。咁其實每次經過，即係除咗會俾前面呢棵樹吸引之外咧，都會俾呢座建築物去吸引嘅，因為佢外表係好西式嘅一座建築物 Art Deco 風格啦。咁但係又用咗佛教嘅一個萬字符號，然後再望入去又有就有啲好似佛教嘅一啲寶塔喺度咁，咁又中又西咁，但係你又睇唔透佢到底係乜嘢宗教。咁就基於咁嘅情況，而且又平時又唔係成日開放啦，即係早幾年嘅話，咁就會好好奇到底入面係點樣樣嘅。咁有個咁嘅緣起之後，就開始嘗試一下睇揾下有冇機會入到去啦。咁就結果早幾年就真係有次導賞就話趙社長帶嘅，咁就參觀咗一次。咁亦都係因為呢次機會，就對洪萬字會同埋道院就產生一個比較濃厚嘅興趣。係啦，咁啱啱講到佢係黃龍道25號嘅一座建築物啦。咁如果喺地圖上面係點樣睇，或者點樣知道佢幾時起好嘅咧？咁呢度有三幅圖啦，咁有 Google Map 嘅一個截圖啦，有一個係地理資訊嘅地圖，同埋一個日據時期嘅一個航空相片啦。咁如果憑一個航空相片嘅話，大家認唔認到大概係邊個位置？係大概呢個位置嘅。一係大坑後面就係、其實就係銅鑼灣天后廟嘅斜對面啦。咁其實就係喺呢一個位置嗰度啦。咁因為對照翻建築物嘅右手邊有個比較不規則嘅位置，應該係廁所嚟嘅嗰個位置。即係如果據我參觀咗咁多次嘅話，係啦，咁就係啦。咁呢座建築物我哋睇佢起到好犀利，好建築風格十分之多元化。咁特別係入到內部，又會有西式，又會有啲回教，又會有啲中式嘅設計啦。咁可能我哋睇咗建築物，以為佢起咗好多年，又或者用咗好多年時間去起。咁但係其實實際上真正操作去起嘅話，我諗半年多啲左右嘅啫。因為查翻啲土地記錄嘅話，會發現最早嘅土地呢塊土地本來係一塊空地啦，就冇重建過嘅。咁但係最早嘅土地記錄就1939年8月15號先至有嘅，即係先至有人買咗塊地。然後先至再開始起呢座大樓嘅。咁所以其實呢度計翻即係半年多啲嘅時間起成，係好誇張嘅一個時間嚟嘅，特別係起到咁精緻嘅時候。咁呢度就係一啲建築物內部嘅一啲情況啦。咁我哋睇到佢建築物嘅外表就有中有西咁啦。咁入到去其實仲會有啲回教嘅一啲圖案。咁呢個回紋珠咁嘅圖案其實係一個回教嘅圖案嚟嘅。咁中間又會有啲寓意啊，有啲太極陰陽組成嘅一啲中式嘅裝飾啦。其實喺地板嘅水磨石嚟嘅。咁短時間起到咁細緻嘅一座建築物，咁到底佢背後嘅宗教或者佢係有啲乜嘢理念而促成嘅咧？咁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一個主題嚟嘅。係啦。咁建築物嘅頂部其實係即係我哋如果就咁喺黃龍道下面睇係睇唔到嘅。咁因為有啲遮擋啦。咁但係頂部其實有座亭叫做南光亭，以前就係通過去做一啲扶乩去請示一下老祖或者其他嘅神明係有啲乜嘢訓示嘅。係啦。咁係啦，咁啱啱我哋開始講座之前，其實都有朋友係攞嗰啲扶乩出嚟嘅書畫俾我哋睇嘅。咁點樣認係邊一位咧？其實係有張咁嘅圖去對應翻扶乩嘅時候，邊位神係到底係老祖定係其他嘅神祇去落咗一個訓示或者去扶乩符出嚟。咁係通過呢啲嘅符號去對應翻嘅。係啦，咁啱啱就講咗少少緣起，點解我會對呢個洪萬字會大樓或者洪萬字會有興趣啦？咁嚟到正式啦，正式嘅部分就係講下到底呢個洪萬字會同埋道院嘅洪萬字會係喺邊一度起源啦，同埋實際上呢個組織嚟係點樣嚟到香港嘅？咁呢一個牌匾咧，其實就係喺洪萬字會大樓應該3樓嘅嗰個位置。咁就相傳係最早嘅一幅由老祖去落嘅一幅扶乩符出嚟一個
牌匾嚟嘅，咁就叫海洋引領。咁其實大家睇翻海洋引領呢個四個字係好配合到成個香港紅卍字會喺成個紅卍字會體系入面嘅一個角色嘅。咁就係通過呢個地方既聯繫到內地嘅部分，又可以去通過將紅卍字會帶到去海外，咁就做到一個海洋引領嘅作用。咁其實係好有寓意嘅。係啦，咁啱啱講紅卍字會又講道院啦，咁兩個咁唔同嘅名，咁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其實最初嘅時候係只係得道院先嘅啫。咁所謂道院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喺山東地區嘅一個民間組織。咁最初係由幾個人去做一個扶乩，即係信仰呢個扶乩，然後大家互相之間進行扶乩嘅呢個儀式，而創立出嚟嘅一個宗教啦。咁最初嘅時候係喺賓壇嗰度嘅，咁後尾因為呢幾個人咁紅卍字會創始嘅呢幾個人就轉移咗去濟南啦，咁所以就喺濟南嗰度呢個宗教就轉移咗去濟南，咁就有個濟南武會喺度嘅。咁點解佢會成為到一個宗教咧？其實就因為隨住扶乩嘅人。隨住有扶乩信仰嘅人越嚟越多，咁就差唔多組成咗48個人。咁呢48個人就喺通過扶乩嘅呢個舉動咧，咁就遇到老祖就降臨咗喺佢嘅壇前面，然後差唔多2個月時間就扶咗一部叫做《太乙北極真經》出嚟。咁佢哋信奉嘅嗰個老祖其實就係至善先天先師，咁就太乙真人嚟嘅。係啦，咁。有咗呢部咁嘅經典之後咧，咁就佢哋就隨即就因為扶咗部經典出嚟嘅時候，就收到老祖嘅訓示，就希望佢哋可以成立道院啦。咁就隨即就有咗個道院啦。咁就1921年左右就已經成立咗道院。咁大家要留意嘅年份，因為1922年其實係北洋政府嘅時期。咁呢個宗教係俾北洋政府去認同嘅，咁但係後尾轉咗做其他政權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道院都面對住唔同嘅阻滯，因為有段時期係就係承認紅卍字會而冇承認道院嘅。咁呢個就係關於呢個紅卍字會呢個道院前期嘅一啲背景啦。咁隨住呢個政權嘅交替啦，咁去到1928年左右，咁南京政府出現咗，咁道院因為係被認為係類似一啲秘密結社咁嘅狀態啊，咁所以道院係冇被承認，但係紅卍字會反而係喺呢個時間，因為係做慈善組織，而客觀上喺嗰個時期，因為有好多嘅外國傳教士入咗嚟中國做慈善，咁就當時嘅政府就覺得可能可以有個中國人嘅慈善組織去同呢啲外國嘅慈善組織做到一個抗平衡啦，咁就允許咗紅卍字會，咁所以點解又會有段時期有道院又冇紅卍字會，又或者同時有出現，咁就係有啲咁嘅原因嘅。咁再繼續落去，咁啱啱講到道院同紅卍字會，聽落好似好複雜，咁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其實道院就係講緊一個宗教嘅內部，咁係講緊有入咗去呢個宗教入面嘅一啲同修去進行一個修行嘅一個體系嚟嘅。咁至於紅卍字會，其實係呢班修行嘅人對外實行嘅一個詞，咁就一道一詞，咁就一個對內一個對外咁解嘅。咁呢一張圖其實就反映咗道院入面嘅一個神位嘅一個統系表嚟嘅。咁啱啱講到佢係五教合一啦，咁就儒釋道啦，咁跟住又有回教同基督教嘅。咁點解係五教合一？其實喺呢個道院嘅體系入面，佢哋都係相信呢5位神其實都係喺唔同時期都係老祖嘅一個化身嚟嘅。咁雖然教義上可能都有啲唔同，但係唔同嘅教義其實佢哋都係代表住人嘅呢個觀點嘅。咁所以五個雖然睇落係唔同嘅宗教，但係其實都係由同一位神仙所化咗出嚟嘅。咁所以最尾就可以變咗係五教同源、五教合一咁解。咁而喺呢個體系入面咧，咁道院其實又會分咗做由唔同嘅分咗做6個唔同嘅院去發揮唔同嘅作用嘅。咁有啲院就專門即係經壇咁，就專門出啲文字書畫咁樣去幫道院去產生一個收入啦。咁其實喺個道院體系入面仲有一個叫做旅社。咁旅社係做啲咩嘅咧？其實就係喺早期社會比較封建嘅時候，就有好多
其實會點解會有好多女性信咗呢個先天道派？其實就有個故事，就關於觀音點樣去抗拒一個世俗嘅枷鎖，然後最尾成佛嘅一個故事。咁發生咗作為一個公主嘅。咁呢個公主嘅故事就令到好多女性都覺得，喺一個比較封建嘅時期，自己都有機會可以通過信道呢件事去擺脫時代嘅枷鎖。咁所以喺好早嘅時期，呢個道院就已經有好多女性去相信嘅，甚至乎投身去一個慈善嘅道慈嘅事業嘅。係啦，咁啱啱講到紅萬字會就係喺道院產生出嚟嘅一個慈善組織，係通過去道人，然後間接令到自己嘅一個修行可以實現嘅一個慈善組織啦。咁點解會用咗一個比較佛教嘅符號咧？咁其實就早期嘅時候，大家對呢個紅萬字都有好多嘅解釋嘅。咁第一樣嘢，點解要用紅色？就係代表佢哋嘅赤子之心啦。咁萬字本身又係一個佛教有用到嘅一個符號啦，咁但係佢本身又代表一啲好吉祥、好如意嘅寓意，咁而且你由個萬字睇咧，咁佢四個方向都係一個相等嘅距離嘅，咁佢哋早期嘅一啲同修就相信係一個好公平嘅一個字，因為你四個點觸發都係一模一樣嘅。咁然後我哋睇呢個萬字又可以又動又靜咁睇，佢係一個咁樣。如果係一個運行緊嘅狀況，又好似一個宇宙星球咁運行緊，咁就好符合呢個天地人嘅一個概念嘅。咁所以就揀咗萬字去做一個呢個會嘅命名。係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就啱啱都冇講到嘅。咁最初成立呢個紅萬字會就有，大家都睇到係一啲清政府嘅一啲比較唔算太高級嘅官員啦。咁最初成立嘅係48個人，咁就叫做48子，就創會嘅48子。咁但係去到呢個會建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有好多前北洋政府嘅官員加入。咁好似圖入面嘅呢兩位啦，一位係錢林奮，一位係洪熙瑩。咁呢兩位人物其實如果大家有聽過都知佢哋好出名嘅。咁錢林奮就做過呢個北洋政府嘅內務總長嘅，即係亦都做過呢個代理嘅國務總理嘅。咁洪熙瑩亦都係做過國務總理嘅。咁其餘幾位黃道晴啊、喬寶衡同埋李國元都係有呢個北洋政府背景喺度嘅。咁除咗係因為啱啱所講，北洋政府可能都希望有啲慈善組織可以抗衡到或者平衡到成個外國人主導嘅慈善事業嘅局勢之外咧，其實呢幾位點解退咗休嘅北洋官員會加入去呢個會？大家有冇啲諗法？即係反而佢哋未必係因為純粹想做下善事，未必係咁簡單嘅。因為我哋睇翻佢哋加入嘅年份，其實都可以睇到當時嘅中國局勢都屬於比較混亂嘅時間，而佢哋係前北洋政府官員，係好難再加入翻嘅政府嗰個層面嗰度嘅。咁個仕途亦都已經係冇辦法俾佢哋再繼續去延續，而且成個社會局勢好混亂，佢哋有一個無能為力嘅感覺喺度。咁又無能為力，又做唔到嘢，但係又對於自己做唔到嘢嘅呢個行為有啲內疚，咁就將呢種內疚感交俾宗教去做一個緩解。咁就通過咁嘅行為去令到自己安心啲啦。咁其實呢一點都係符合翻呢個道院道人道己嘅呢個概念，又一道一慈嘅呢個概念。咁啱啱講咗好多道院同埋紅萬字會成立咗嘅一啲經歷啦。咁但係到底道院係同埋紅萬字會係點樣傳咗過嚟香港嘅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喺濟南慘案嘅時候，1928年濟南慘案就死咗好多嘅中國軍民啦。咁呢件事都喺報章上引發咗好大嘅關注，喺香港呢度都有關注。咁亦都有啲籌款善款嘅一啲舉動啦。咁同年就濟南嘅一個報導團就嚟接收翻一啲濟南受害者呢單案件籌翻嚟嘅一啲善款啦。咁就
嚟到香港之後，佢哋就意識到啊，可能香港呢個地方都適合做一個分會。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好多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都有一個分會㗎啦。咁但係當時仲未意識到香港係一個好地方嚟嘅。咁但係去到1928年之後就發現咗可能都可以喺香港設立。咁於是乎就去到1931年啦，咁就真係開始實行緊。咁就開始真係喺香港建立咗呢個香港導院。咁但係建立喺香港導院嘅建立過程其實都唔係咁順利嘅。咁最初嘅時候就因為信仰呢個有導院信仰嘅香港人並唔係咁多啦，早期嘅話，咁人唔多嘅話，自然就冇咁多資源。咁所以早期嘅會址其實就喺中區半山嘅一個地址嗰度租住嘅。咁但係咧，係啊，最早嗰個地址其實係亞畢諾道9號嘅，即係其實大館附近應該就係。咁但係後尾就因為啱啱都講到佢係導院係一啲比較同扶基相關、同宗教合一相關嘅信仰啦。咁當時嘅政府其實並唔係咁認同呢種行為，又係覺得佢係一啲秘密結社咁嘅行為啦。咁就被迫搬遷啦。咁就轉過幾次地方嘅，有搬過去太白台，有搬過去呢個紀念拿道嘅。咁我都揾咗好耐資料，因為揾資料嗰陣時佢唔會直接顯示道慈精社又或者香港道德研究社就等於係洪萬字會，因為嗰陣時係為咗避咗呢個政府嘅追查，咁所以係轉過幾次名嘅。咁所以去到檔案館揾嘅時候就會發現啊，原來有啲文件香港道德研究院其實就係等於係洪萬字會嚟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發現嚟嘅。咁就啱啱講到1931年導院同埋呢個洪萬字會就嚟咗香港成立啦。咁好多年嚟雖然係不斷走嚟走去，咁但係過程中仲大概33年定35年左右先至真係有人可以扶到基嘅，即係最初香港並未有人識得扶基，咁係去到返到去內地嗰度求學，先至返咗嚟香港再開壇扶基嘅。咁呢個過程就不斷開壇扶基，幫啲平民就求方問藥啊、問事啊，亦都有同時做好多嘅慈善工作。咁特別係1937年咁就抗日戰爭爆發咗之後，咁就當時嘅政府就開始真係意識到啊，原來道慈事業係可以解決到好多難民嘅問題嘅。咁喺呢個時候開始先慢慢認同到洪萬字會嘅一個慈善嘅一個職能。咁就大概去到1938年左右先至開始允許呢個洪萬字會登記註冊。係啦，咁有咗呢個登記允許咗之後咧，咁就開始籌建大樓啦。咁但係在此之前都可以分享一下喺檔案館揾到嘅一啲舊嘅文件嘅。咁呢度就有講到當年香港洪萬字會呢個辦事處設立咗嗰陣時嘅一啲宣言啦。咁亦都有一部分係列明咗佢哋自己認為嘅永久辭業同埋臨時辭業，咁至今為止仲有唔少係有做緊嘅。咁臨時辭業當然係講緊應對一啲突發災難啦。咁其實喺20年代、1920年代，咁內地嘅洪萬字會都應對咗唔同嘅水災啊，甚至乎打緊仗真係死咗人，會去做啲屍體嘅掩埋嘅。咁呢個係好早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做㗎啦。而永久辭業就係講緊當個社會慢慢穩定咗之後咧，咁佢哋日常會去做嘅一啲工作啦。咁而家仲有2間嘅萬慈學校喺度嘅，咁鎮診所黃龍道嘅鎮診所仲有做緊嘅，咁工廠就應該冇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嘅一啲慈善項目都有進行緊嘅。係啦，咁啱啱講到經咗呢個洪萬字會嘅申請一經審批咗之後咧，咁就其實當時就已經開始着手去諗點樣起一座洪萬字會嘅會址出嚟，去通過呢個會址去做更加多嘅慈善業務嘅。咁喺1938年，其實就又係扶基扶咗一個訓示出嚟啦。咁當時就講咗，如果要起一座新嘅大樓嘅話，其實係有啲規矩係要跟嘅。咁第一樣嘢一定要起3層，咁就按3才也，即係解天地人，天人合一咁解。然後層分12，咁就解一層係應該要有12個間隔或者12個空間咁解，咁就可能12地支啊、12時辰咁，象徵住一個能量嘅循環。咁然後3支極做一停，
即係3層樓嘅頂端做一個亭，咁呢個就係藍光亭，咁就係俾佢哋一啲紅卍字會嘅同修進行一個扶乩問事或者啟壇用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係啦，呢個就係一個規矩啦。咁喺呢個規矩之下咧，就要做一座紅卍字會大樓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個年份係1939年到1940年間。咁其實係一個戰前嘅時候。咁呢度都留個問題俾大家，就係到底喺嗰個時候係咪真係有咁足夠嘅物資可以起到一座咁靚嘅大樓，同埋係半年時間內起好嘅？係啦，咁提到起大樓，當然同今日第一個要講嘅人物有關，就係蔡寶田啦。咁蔡寶田就著名建築商啦，香港戰前嘅。咁我對於佢嘅認識其實係在於係起源於佢嘅呢座大宅啊，因為我好中意建築物啦。咁呢座就係元朗橫洲嘅愉園啦。咁愉園就以前拍過胭脂扣嘅入面。係啦，咁同佢相關嘅新聞就係蔡寶田嘅呢間大宅就俾人爆竊過啦。咁以前呢間大宅其實只係蔡寶田夏天去住嘅一間別墅，同埋招呼下金文泰去住嘅一間別墅嚟嘅。咁就唔係佢平時住嘅嗰座別墅嚟嘅。咁係啦，咁就當年嘅4大名園嚟噶啦。係啦，以前入過去就有啲內部相嘅。係啦。咁如果要講到紅卍字會大樓，其實同蔡寶田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咁呢個人物本身就係一個圍村嘅原居民，咁亦都係一個建築工人出身啦。咁但係好快就唔知通過幾多年嘅艱辛啦。因為其實都關於佢早期點樣成立到榮益係冇太多嘅資料嘅。咁但係呢間榮益公司後期其實就成立咗，參與咗好多嘅公共工程同埋私人大宅嘅興建。咁而家嘅梅夫人婦女會大樓、深水埗警署其實都係榮益去起嘅。咁除此之外，佢仲有另外一間公司叫做合益嘅。咁元朗新墟嗰個興建就係通過佢嗰間合益嘅公司去整嘅。咁蔡寶田本人除咗做呢個建築好出名之外，咁佢本人亦都好中意參與一啲慈善項目嘅。咁譬如博愛醫院，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創始人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嗰間榮益公司嘅一個以前嘅廣告，同埋蔡寶田比較晚年嘅一個肖像嚟嘅。係啦，啱啱講到蔡寶田嗰間公司，其實做好多大型嘅工程同埋私人樓宇嘅興建嘅。咁圖入面嘅呢兩個其實就係佢做喺20、30年代做過比較大型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係東亞銀行大廈嘅一個國門行，同埋隔籬呢座應該係顯學大樓嚟嘅。咁做開好大型嘅工程，咁呢個又係一個懸念留俾大家嘅。一個做開咁大型嘅工程嘅人，點解後期又會去做咗一個達德公所嘅修復，同埋會走咗去做好多慈善嘅事呢？呢個又係有個懸念留俾大家嘅。咁啱一開頭問大家嘅問題就係，到底有冇可能有咁充足嘅物資起到呢座紅卍字會大樓啊嘛？咁其實我哋如果去睇翻嘅話，蔡寶田除咗係一個建築商之外，佢自己仲有一間鎅木廠喺紅磡嗰度嘅。咁佢另外一個廠房喺廣州嘅。咁木材嘅供應佢應該係處理得到，而且當時嘅香港其實仲有一個青州水泥嘅一個廠啦。咁本身又有開採花崗岩啦。咁再加上嗰段時間係一個戰前嘅時期，咁就因為有好多防務嘅工程要起，咁就鋼筋呢啲咁嘅物料就客觀地又會有多啲嘅供應喺香港，所以我覺得係合理嘅。不過佢半年內起到就一定係自己落咗好多嘅工人係去加急去起好呢座大樓嘅。係啦，咁啱啱講到佢1938年先至加入紅卍字會，但係1939年就已經要參與起呢座大樓啦。咁另外一個同紅卍字會好有關係嘅一個事，亦都係由蔡寶田開始做起嘅，就係捐助咗屏山達德公所。而呢個達德公所後來亦都係成為咗慈幼院嘅一個位置嚟嘅。咁講落去先啦。
咁蔡寶田點樣參與咗呢個紅萬字會大樓嘅興建呢？咁其實因為喺戰前時期啦，咁要起紅萬字會大樓，亦都要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咁第一個問題當然係錢唔夠啦。因為1938年先至批准咗註冊噶嘛，咁錢唔夠就希望有個呼籲一啲紅萬字會嘅同修去做捐款嘅行為啦。咁就分咗元亨利貞四個級別，咁你捐夠某個數目就可以達到某個級別。咁呢個元亨利貞其實就係《易經》入面一個卦象嚟嘅，乾卦入面嘅四個代表住四個唔同嘅德行嘅一個卦象嚟嘅。但係雖然係出到呢個條件啦，咁但係因為實在當時嘅經濟狀況或者物資狀況實在太艱巨啦，咁多個會長或者會員籌完之後，其實最尾嘅數目都係唔夠3萬蚊港紙，咁就其實係好凄慘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因為當時蔡寶田就加入咗呢個紅萬字會，咁佢本身又係建築商啦，咁所以佢一入咗會之後就好快拍心口就話我自己出住錢先起啦，咁有咩就之後再計啦。咁但係呢樣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度嘅舉動嚟嘅，咁冇人會知道戰後係點樣打，即係冇人會知道打唔打仗，亦都冇人會知道紅萬字會之後嘅命運係會點樣。咁但係佢仍然係肯自己墊咗37000蚊，咁籌咗3萬蚊，但係自己再墊多37000蚊去起呢座大樓，咁呢個舉動其實都已經係好令人難以想象嘅。咁但係佢仍然係肯去咁樣做嘅。咁如果計翻條數嘅話，我相信佢都冇乜賺到太多嘅錢嘅，因為佢仲要自己墊資，仲要唔知收唔收到，仲要係好加急咁起咗呢座大樓出嚟。係啦，咁好彩地啦，咁最尾呢37000蚊咧，其實就揾到兩間商行去墊資嘅，咁就係一間叫利源祥同埋一間叫義泰行，咁呢兩間其實都係喺上環嘅南北行嚟嘅。咁再揾深一層，其實仲會發現到咧，呢兩位利源祥同埋呢個義泰行嘅東主咧，就係40年代。至少係1940年紅萬字會成員嘅兩位，其中兩位，一位會監，一位就係總務股嘅主任嚟嘅，分別就係劉柱山同埋黃壽山。咁呢兩間嘅山東行，即係又或者叫南北行啦，其實都係1920年代比較出名同埋做到比較大型嘅兩間商行嚟嘅。咁就因為都係山東人，以後紅萬字會或者道院咧，都係起源於山東，咁所以佢哋都好落力咁幫咗手。咁啱啱講到大樓係啦，咁點解要專登揾呢兩個人物出嚟？其實就我哋好多時候講起紅萬字會大樓，都會記咗係蔡寶田蔡寶田係一個做咗好大嘅功用，同埋付出咗好多。咁其實背後仲有兩位人物都係需要值得提一提嘅。咁而喺紅萬字會大樓，咁蔡寶田自己本身都有做好多嘅慈善工作啦。咁佢亦都係會幫杜月笙手去沿住佢呢個九廣鐵路去幫一啲嘅貧民，亦都有派嗰啲藥品。咁就本身都已經有做慈善嘅啦。然後佢另外一個同呢個紅萬字會相關嘅一個慈善工作，就係屏山慈幼院嘅一個成立啦。咁其實早喺1939年，即係紅萬字會大樓未起嘅時候咧，咁蔡寶田其實自己仲接咗一單工程，就係去復修呢個屏山慈幼院嘅。但係如果對照翻佢以往起過嘅一啲大樓嚟講咧，呢樣嘢其實似乎係唔係太合理嘅，因為你起開咁大嘅樓，然後突然之間接咗一單工程係去修復一個達德公所嘅話，唔似係佢平時做開嘅嘢，有啲似係拍心口捱義氣去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佢都係做咗啦，然後就喺而家嘅呢個屏山慈幼院入面嘅呢幅牌匾入面咧，仲會睇到蔡寶田自己個名嘅。咁而喺嗰個石匾嘅嗰個下方就係留咗榮益公司嘅字號嘅，係啦。咁蔡寶田同個仔嘅名就留咗喺上面忠義樓坊嗰個牌匾嗰度。
咁呢個就係戰時屏山慈幼院接收咗50幾個深圳嗰啲走失咗嘅兒童嘅一個相片啦。咁呢個慈幼院就其實營運咗唔係好耐，去到日佔時期就俾因為日軍要驅散嗰啲難民嘅關係，咁就喺日佔時期冇耐就已經冇咗噶啦。咁但係就喺佢仲有經營緊嘅時候就，為於當時嗰啲走失咗嘅兒童提供咗好多唔同種類嘅教育，係教佢哋點樣去成年之後出去嘅社會，即係有一啲技能上面嘅教育嚟嘅。咁蔡寶田啱啱就啱啱講嘅嗰個慈幼院就當然係因為佢嘅關係而令到呢個可以通過洪萬智會。啱啱講到嗰個慈幼院就係通過蔡寶田以前復修過呢個達德公所嘅關係，而令到洪萬智會有呢個機會可以喺嗰度設立啦。咁除此之外，蔡寶田本人就都做咗好多唔同程度嘅救濟難民嘅工作嘅。咁啲早期嘅難民其實有去過屏山，然後有趕過翻去深圳，然後又去過大埔差客，係轉嚟轉去嘅。咁但係啲難民對啲難民嚟講，一日如果你入咗難民營嘅話，一日就只得一餐粥去發放噶嘛。咁要解決呢個飲食問題係好難嘅。咁蔡寶田就都試過借啲土地去俾啲難民去耕作，並且佢自己都有跟進啲難民營嘅一個情況。咁都做喺戰時係做咗好多唔同程度嘅事嘅。咁再繼續講落去嘅話，就去到真係力竭共濟嘅部分啦。咁其實蔡寶田嗰個部分都算係呢個部分嘅。咁只係佢最大，我覺得最大嘅功勞係喺起咗個大樓同埋慈幼院，就關於建築嗰個部分。咁所以擺咗喺上面嗰度嘅。咁力竭共濟嘅部分就真係需要由呢張相開始講起。咁就係一張喺1940年4月23號，當呢個洪萬智會大樓落成咗之後嘅一張相。咁相片中大家有冇啲比較熟悉嘅人？咁呢位就當然係羅富國夫人啦。咁呢位就李思豪會長啦。然後再睇落去啦，呢位大家認唔認得？如果我冇認錯，應該係顏成坤嚟嘅，係啦。然後呢位黃正廷會長啦，呢個艾香德牧師，即係道夫山基督教創林嗰位。然後呢位應該係蔡寶田啦，冇認錯嘅話。杜月笙就應該喺呢度啦。仲有一位意想不到嘅人物，呢位認唔認得啊？蔡博以前有 show 嘅，係許地山啊，就係許地山。就係喺呢度，呢位就係許地山，係啊，因為其實應該仲有好多好出名嘅人，我都未認到嘅，即係譬如有呢個姚蘭泉啊、李求恩，我都未認到喺邊嘅。咁但係許地山嚟，其實係好新奇嘅一件事嚟嘅，因為許地山喺30年代其實寫過幾本書去破除呢個對扶乩嘅迷信嘅。咁但係佢嚟到40年代就咁啱出現咗喺呢個洪萬智會大樓嘅一個開幕禮，咁其實係一樣意想不到嘅事嚟嘅。好，咁我哋繼續落去先啦。咁呢個就開幕禮嘅相啦。咁就洪萬智會本身就係一個啱啱講到1920年代左右係一個好難被承認嘅好難被政府承認嘅一個秘密結社。咁但係去到而家40年代成立咗之後啦，咁就變到港督夫人羅富國都嚟啦，好多名人名流都嚟啦，好多商人都有嚟到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跳躍咧？咁其實最大嘅原因都係因為對於洪萬智會喺戰前或者戰爭期間做過嘅一啲慈善業務嘅一個認同而有個咁嘅質嘅變化嘅。咁呢個就係早期嘅一啲洪萬智會嘅成員名單啦。咁又係有個好特別嘅點嘅。如果大家喺個直觀嗰度咧，應該好容易會睇到一樣嘢。除咗廣東之外，就係山東嘅。係啦，咁亦都係符合翻呢個洪萬智會，係一個山東傳過嚟嘅一個宗教啦。咁早期嘅一啲成員，即係香港早期嘅山東人，其實主要兩批噶嘛，一批就威海衛嗰啲警察，咁第二批其實就係南北行嘅一啲商人嚟嘅。咁所以呢個會應該都係以
南北韓商人居多嘅。呢個會嘅山東人係啦。咁啱啱講到開幕啦，咁開幕嘅時候，其實內部嘅部分就誒。啱啱開幕就喺天台影嘅一張相啦，然後入到建築內部咧，內部嘅裝飾其實係咁嘅。咁有張相就係關於當時呢位李思浩會長啦，咁就上海嘅一個名紳嚟嘅。咁我哋1940年仲會睇到佢喺呢度嘅。咁但係去到日佔時期，佢因為係唔屬於喺香港啦，就亦都俾日軍捉咗啦。咁所以係遣返翻咗去上海嘅。咁佢而家嘅職務係會長啦。咁但係後來佢嘅職務就由唐天瑜啊、陳樹佳啊同埋蔡寶田幾位會長去幫手去做咗一個分擔嘅。咁所以基本上呢張相就係呢一次可以睇到佢發言，但係之後佢就翻咗上海噶啦。咁呢次發言佢就大概講咗下到底呢個悼詞業務係做啲乜嘢啊，悼院係啲乜嘢啊，紅萬字會係啲乜嘢，同埋戰時到底做過啲點樣嘅情況去救濟難民啦。咁當中就有提到慈幼院嘅。係啦，咁再睇翻呢張相啊，我哋都可以大概睇到佢係呢位李思浩會長啦，隔籬就王正廷，咁就北洋政府嘅前外交官啦，艾香德牧師啦，羅富國夫人，咁我睇到佢嘅企位，睇到佢哋嘅座位係點嘅。咁王正廷當然都有講到嘢啦，咁佢亦都好坦白地，王正廷大概係1938年左右喺重慶加入呢個入修嘅，咁就當時佢得到個名叫引導，咁就呢個1940年佢仲未嚟到香港居住嘅，只係咁啱出席呢個大樓開幕嘅典禮嘅，咁佢當時就有講到明，華南人士之所以認識呢個紅萬字會，其實都係因為華南局勢比較緊張，聚咗好多難民，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佢哋本會嘅一個宗旨，就係希望可以去救濟到啲難民，同埋等佢哋認識到紅萬字會，咁就有講過呢啲說話嘅。係啦，咁呢個就啱啱講到紅萬字會，講到大樓成立，其實在此之前就已經有個華南嘅救濟隊成立咗㗎喇。係啦，咁時間關係，我哋要盡量講快啲啦。咁呢個早期嘅一個成員名單，啱啱就都睇過一次啦。咁艾香德點解會喺度？其實艾香德冇辦法喺中國傳教之後，其實就已經嚟咗香港建立呢個道風山。咁建立道風山嘅同時，佢亦都諗緊到底點樣將呢個宗教傳咗俾一啲中國嘅異教徒，即係唔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一啲教徒啦。咁所以佢有加入到呢個紅萬字會做一個名譽會長，咁喺戰時華南救濟隊嘅時候，佢有幫手做一啲英文嘅翻譯同埋宣傳嘅。咁李思浩會長蔡寶田啱啱都講過啦，然後廖志晴呢位先生就真係切身去投入咗呢個華南救濟隊嘅第一隊嗰度嘅。咁佢係真係有喺好多報告書入面都有寫到，佢係真係去過唔同嘅災區嗰度做好多救濟同掩埋嘅工作嘅。咁好彩佢係最尾係平安無事都翻到嚟嘅。咁因為喺賣物會嘅時候都有見到佢啲相嘅。咁呢個蔡榮業就係蔡寶田嘅仔啦。咁其他就暫時未揾到太多資料嘅。係啦，咁啱啱講到王正廷會長啦，咁王正廷就大家都知佢係奧運之父啦，連續35年都帶咗啲中國隊去參加奧運啦。咁但係佢本身都係一個名門之後嚟嘅。咁但係去到佢父親嗰一代就有少少家道中落啦。咁就做牧師嘅佢爸爸，咁所以點解自細王正廷就會讀咗啲比較現代化嘅學校，亦都係考入咗呢個北洋學堂，咁就最尾咁佢一畢業之後，其實就去咗呢個海關嗰度做嘅，咁冇幾耐就去機緣巧合去咗日本啦，咁就接觸咗孫中山之後咧，係加入埋同盟會嘅，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佢後期係會受到孫中山嘅器重，並且喺就算轉咗幾屆唔同嘅政府都好，佢都係可以做到一啲比較重要嘅職位。咁佢亦都係喺1919年有去到巴黎和會，有份拒絕簽嗰個和約嘅。咁所以佢整體嚟講喺當時嘅社會係比較高嘅聲望嘅，係啦。咁佢亦都係法律出身啦。咁所以一有新政府嘅成立啦，咁就佢就絕對係首當其衝要揀嘅一個人才嚟嘅。因為當時嘅政府冇乜
太多人識得英文，咁所以如果有外交層面嘅問題，就只能夠揾阿黃靜婷，加上佢處理得亦都十分之好嘅，當時普遍認為。咁黃靜婷其實除咗係後期少少加入紅萬字會之外，佢早期其實係入咗扶輪同埋呢個紅十字會做會長嘅，咁其實中間係有個重疊嘅時期嘅。咁但係佢係，咁但係佢去到去到國共戰爭嘅時間啦，咁就真係翻唔到去啦，咁就決定定居咗喺香港嘅。咁佢仲有個可能大家不為人知嘅身份嘅，大家認唔認到呢位人物啊？佢其實係周壽臣嘅女婿嚟嘅。佢老婆大概喺原配夫人就大概1945年定44年左右逝世啦，咁就娶咗周壽臣嘅女周淑英做一個繼室嘅，咁所以點解後期嘅係黃靜婷夫人，同埋點解早期呢個紅萬字會都會見到周壽臣、黃靜婷同埋周淑英三個人出現，就係咁解。係啦，咁講起黃靜婷博士嘅一個，即係對於呢個會嘅比較大嘅成就，其實我覺得係慈善萬物會，同埋佢用一個比較以前外交官嘅一個角度去帶領呢個會點樣引領紅萬字會走到去海外，我覺得係呢兩個層面嘅。咁我哋就咁聽慈善萬物會可能好簡單啦，但其實呢個會係基於1940年開始，呢個紅萬字會設立咗贈診所，而呢個贈診所係免費俾啲平民去睇症嘅。咁因為免費，每年都會產生唔少嘅一啲費用啦。咁去到49年就真係隨住難民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就頂唔順啦，就都要揾一啲同收，即係會員以外嘅平民或者普羅大眾去捐錢，咁就創立咗呢個慈善萬物會。咁時至今日仲有舉行嘅。我哋早2個禮拜就係去紅萬字會慈善萬物會嗰度見到阿趙社長嘅，咁係而氣氛都仍然係十分之熱鬧嘅。咁如果講翻第一屆嘅話，就49年啦，咁就喺而家嘅會址隔離就搭一啲比較簡單嘅竹棚去舉行嘅。咁但係就情況係十分之熱鬧嘅。咁我哋可以睇翻當時嘅一啲報紙報導啦，一啲舊嘅相片啦。咁呢啲相片都係喺紅萬字會嘅網頁嗰度揾到嘅。啱啱講到廖志晴，咁廖志晴就係啦，就係呢一位。咁周壽臣就喺呢度。咁廖志晴呢個時期就已經係去完嗰個華南狗仔隊好多年，然後翻嚟㗎啦。咁就搭呢啲葵棚啦，咁其實竹棚加啲葵葉整成嘅啦。係啦，咁就我哋可以睇到啊，黃靜婷就企咗喺呢個周壽臣隔離，咁就大家都好支持呢件事嘅。咁就古今對照啦，咁就都係呢幾幅。咁啱啱講陳樹佳就係其中一位幫咗李思浩會長手去接替呢個會務嘅一個人物啦。咁以前嘅慈善萬物會其實仲會賣一啲嘅書畫、字畫、對聯咁嘅，咁但係而家就比較，而家就見唔到。即係如果時光倒流翻去嘅話，我係真係會大手購入嘅。咁以前萬物會門口仲會有個可口可樂㗎啦。咁我而家聽嘅萬物會可能覺得係一件比較細又未去到咁重要層面嘅事。咁但係黃靜婷自己就有解釋過點解要搞呢個萬物會，就係希望等大家都明白到呢個舉動係純粹去造福社會，唔係為咗自己嘅，而係只有大家都明白呢個道理，先至會好落力去買呢啲券啊！咁因為其實黃靜婷同佢夫人自己係真係好以身作則，真係去利用自己嘅人脈去揾啲名人，真係要買啲換物券去參加呢件事嘅。咁以身作則之下，佢哋都希望佢哋啲會員會咁樣做啦。咁我哋今日主題係接力啊嘛，咁黃靜婷其實都係接力接咗翻嚟嘅。咁然後當黃靜婷1961年就有癌症過咗身之後啦，咁就呢個工作其實已經由蔣發現博士去接力去接咗呢個慈善嘅業務啦。好，咁再做多呢個少少嘅總結，就係啱啱講到佢仲有除咗做呢個慈善萬物會之外啦，咁另外一個比較大嘅成就就係用一個我覺得係
做過北洋政府前官員比較高嘅一個視角去去思考點樣將個洪萬字會帶到去海外嘅。咁所以喺佢任內，其實馬來西亞有檳城同埋怡保啊、日本東京曼谷呢幾個地方都成立咗洪萬字會嘅一啲道院同埋一個寄收所嘅。咁呢個亦都係佢一個比較少提到，但係又我覺得比較大嘅一個成就嚟嘅。咁係啊，咁我爭取時間講埋蔣發賢博士先。咁蔣發賢博士其實都係呢個會入面比較重要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佢就一開頭成名就當然係因為佢自己係當時嘅一個華人精英，好快就考到呢個西醫嘅資格啦。咁佢專長就係做一個糖尿病嘅一個分享嘅。咁喺戰前亦都係教過啲平民點樣用啲防毒面具同埋點樣走難嘅。咁佢個慈善事業嘅時期係好長嘅，戰前就已經開始做起嘅啦。咁呢度就係佢以往做過嘅一啲工作啦。咁佢做得最長時期其實就係聖約翰救傷隊嘅。咁係啦，咁關於佢一個經歷就基本上冇乜點提，亦都冇乜好難證實到。但係就阿趙會長借咗一本蔣發賢博士嘅紀念冊就證實到一點嘅。咁我一直好好奇就係佢到底港大係咪真係有搭到呢個救濟嘅醫院去幫啲傷民嘅？咁係啦，咁係有嘅。咁喺佢嘅回憶集入面就自己有記翻起做過一次嘅民防演習，咁當時大家都以為係演習，咁但係就戰事就當時發生咗，咁佢係真係喺嗰度救濟過難民，直到嗰個香港保衛戰結束咗之後。咁第二個關於佢嘅一個記載就係佢喺那打素醫院做一個副院長同埋會計。咁大家要記住佢呢個時候仲未入修，即係仲未加入呢個洪萬字會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啦，洪萬字會啱啱講到有設立到一個診診所嘛，咁佢嘅時期大概係1941年左右啦。真係有個診診所嘅時候係1941年，咁在此之前係難民營嗰啲診診所係嗰啲臨時診所係點嘅咧？就係用啲中式嘅，即係譬如牛黃解毒片啊，煲下綠豆湯幫下啲災民，又或者求方，即係中藥方面嘅方向去幫啦。咁去到38年左右就發現要香港呢個地方都可能可以應用一下西藥喎，咁就第一次喺難民營入面應用啲西藥，咁就發覺西藥真係成效快好多，而且反應快好多。咁求助嗰個比例大概係12000幾人去揀西藥，然後2000幾人揀中藥。咁喺咁嘅趨勢之下咧，咁就開始洪萬字會本身就開始思考要成立一個診診所。咁當時就得到蔣發賢醫師嘅幫助，好快成立到啦。咁佢唔係就係口頭上同你建議點樣，佢仲要係自己親力親為去速錢速力去建立呢啲診診所嘅。咁除此之外，1941年到1941年開始啦，咁其實藥品管制已經好嚴重啦。咁呢本書入面，呢本就係80週年嘅一本書咧，有句好隱晦嘅記載嘅，就係話當時嘅藥品管制好犀利。咁蔣發賢醫師就喺那打素醫院做一個會計兼一個副院長啦，係啦。咁就要維持藥品嘅呢個需求咧，蔣發賢醫師係有好重大嘅影響力。咁大家呢句咁隱晦嘅說話，就大家明白到當時蔣發賢醫師係冒咗幾大風險，同埋付出咗幾大努力啦。咁但係當時係未入修嘅，即係仲未係會員。咁純粹係因為睇到呢個道慈事業，覺得好感動，然後先至咁樣去幫手嘅啫。咁喺阿醫師幫手之下咧，咁就有2間診診所嘅。一開頭咁就有九龍同埋有而家嘅黃龍道嘅會所啦。咁後尾就呢個九龍嘅診所就終止咗啦。咁就但係香港島嘅呢個就繼續營運緊嘅。咁時至今日就除咗有呢個診診所嘅業務咧，咁仲有2間嘅萬慈學校就營運緊嘅。係啦，咁時間關係，我哋就暫時講到呢個部分先。